上帝啊，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，互我的内面有换心正直的神，毋通赶我，互我离开你的面，毋通对我收回你性的神。求你互我悠远得到你救恩的快乐，想使我有自由的神来扶持我。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，有罪人就要归顺你。请咱来吟圣诗第38首，阿罗全能的主上帝，圣诗38首。请咱犹原起来来念书读圣经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
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国啊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，请坐。请咱来启用文第49篇。伫圣诗后面启用文第49篇，也是以赛亚书的第55章。来，喙焦的人才有水。来买酒，来买奶。恁哪着开钱买话食的物？恁注意听我讲，就有好物通食。趁找话着上主的时，着来找伊。歹人着离开邪恶的路，着归向上主，伊要怜悯。上主讲：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。天比地遮尔悬，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遮尔嘛加遐悬。雨甲雪对天降落，无搁倒转。要互野种的人有种子，对我的喙讲出的话嘛袂安尼。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。恁会欢欢喜喜离开。大山小山为唱歌迎子，以前有刺僻的所在会发生逼。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。请咱三个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主你的恩典满满伫阮的堂教会，阮要感谢你保守阮伫一个拜久的出入。主啊，阮也伫一个拜中间检测伫阮的心思意念，也是伫阮的生活中间，阮有做无下主旨的做。阮犹原恳求亲爱的主来怜悯赦免阮的罪过，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清阮的罪过，撤销一切过失，除去一切咒诅无下主旨的罪。主啊，阮恳求你的圣神大大来充满伫阮的堂教会。主啊，你的圣神帮助阮会使和睦合一三听。主你的圣神来大大充满祝福。伫阮即个根治牧师付费服侍、真君传道服侍，阮长老、执事、团契干部的服侍，拢有你圣神的保守带领。主啊，愿阮的教会真正伫即个社区，成做一间传福音的教会，成做社区的帮站来迎神益人。主啊，为着病痛兄弟，阮要献上大祷。特别为着即个林圣中兄弟伫闽城的所在，主啊，阮恳求你来怜悯、保守、看顾伊治。特别也为着即个胡伯伯的开刀，搁咧复原中间，阮犹原献上大祷。在座有真侪
兄弟姊妹，阮的肉体有病痛的，主啊，阮有愿恳求亲爱的主你来施阮怜悯伊的因。亲爱的主，阮恳求你的圣神来大大充满伫阮的会堂，也互阮的服侍拢会使为着要来荣光主你家己。主你的圣神也保守阮的圣礼典，也保守阮牧师的讲道正道，也帮助阮透过主你圣神的帮助，激励阮的信仰，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，拢会使真侪基督的精兵来荣光特别上帝。我也感谢你听阮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主名来祈求，阿免。请咱来读圣经，伫哥林多的前书第3章第1节到第9节。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1节到第9节。兄弟啊，我前甲恁讲话，袂掠恁做属神的人，是做肉体的人，踮伫基督是做婴仔的。我捌用恁饲恁，无用美牛，因为恁前袂砍得，到担还袂活，是恁要趁肉体。恁中间既然有怨妒、三争，兼毋是趁肉体，照人的款来行吗？因为这个讲我属保罗，迄个讲我属阿波罗，安尼恁兼毋是趁人的意思嘛？阿波罗是甚物？保罗是甚物？是恁所对因来信的采用，教主所赏赐达人的，我栽种，阿波罗压水，独上帝予伊大长。安尼是栽种的、压水的，拢袂算得少，只有予伊大长的上帝尔定。栽种的甲压水的是一样。若是逐人照家己的条磨，要得到家己的工钱，因为阮是上帝当条磨的，恁是上帝所做的园，上帝所起的厝。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，搁去行的人。下面咱们请圣歌队来献诗，今仔的是要这个献诗的曲目是《甲主同活》。
正道咱今仔牧师的题目是做事甲建筑的上主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这个礼拜是主显节的第6主日。咱知影讲主显节上主要的信仰内涵，就是要通过这个节期，互咱会当愈较深来明白耶稣。通常主显节会通过3段较主要的经文，互咱来明白耶稣。第一段，咱会通过东方的朴素来明白到耶稣，伊是君王，总是伊是一位必须爱受难、面对十字架的弥赛亚。咱也要通过行洗的约翰来知影讲，耶稣伊是上帝所欢喜、所疼的囝。伊是上帝的囝，咱嘛要通过军队耶稣去立伫山顶，看见主耶稣伊的内底满有上帝的荣光，通好知影讲耶稣伊是完全的人，同时也是完全的上帝。总是伫即个节期，咱要愈较来深入明白耶稣。总是常常即个明白，我要讲的是明白。毋是放伫头壳顶知识的代志，明白毋是放伫头壳顶知识的代志。我问讲，咱敢有相信一外面迷信的，也是无要信的人，因加减拢知影一寡圣经的故事，因加减嘛听过耶稣的一寡事迹所行的生业。那安尼，我要讲的是，咱教会兄弟姊妹。这方面的知识，若是甲外面无熟的人，平平遐尼济尔。安尼我问讲，外面无信的人，敢有算讲明白耶稣？因安尼敢有算讲明白耶稣？总是伊知识知影的，无比咱较少，对无？若是讲明白耶稣，只是放伫头壳顶知识的代志，那安尼对咱的性命。对咱的灵魂一点仔帮助甲利益都无。明白耶稣的目的是要进一步通过耶稣，会当互咱愈较来明白上帝。上帝伊也通过耶稣基督来显明伊家己的性情，也是讲显明伊家己的性格，以及伊对人的要求甲期待。所以人若是愿意来顺服耶稣基督。伊的命令，人若是愿意来了解耶稣伊的性情的话，我要讲的是，这才是真正明白的开始，这才是真正对咱的性命有利益、甲有帮助。咱拢知影讲，道成肉体来到世间的耶稣，伊是上帝的囝，伊是基督，是人类的救主。咱嘛知影讲，伊是完全的人，嘛是完全的上帝。咱咧通过福音书，知影讲，为着弱势的人，为着有需要的人，伊谦卑，伊屈下家己来做这个帮助的代志。咱嘛知影讲，伊为着人的罪，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，行伫十字架的这个苦路。虽然咱头壳内底拢有安尼的知识，虽然咱拢知影安尼的代志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咱若是无学习来学耶稣基督的款式，咱若是无要跟对耶稣的脚链来行，安尼我要讲的是，知识永远无法度帮助咱来真正明白耶稣。原因真简单，原因真简单，耶稣基督做会到的代志，咱人永远做袂到。当咱真正真努力，当咱真正真专心致意，不管是指言行举止，不管是指心思意念，拢想要亲像耶稣学耶稣，但是还是到后壁，发现讲家己根本无法度亲像耶稣的事。迄个时阵，咱自然就会知影安怎通好谦卑。迄个时阵，咱就自然知影讲，通好来敬畏上帝。
上时咱较会深深来体会着讲，若无信心的同在，无信心的感动甲帮赞，咱完全无法度会当亲像耶稣相共款，来想即个上天的代志，常常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即个世界。甚至咱若是无要努力来学耶稣基督的款式，咱若是无困求信心的同在甲帮赞的话，后面咱真有可能会变做毋知影通好安怎来做礼拜，可能咱会变做讲毋知影通好安怎来祈祷，变成袂晓读圣经。我要讲的是，可能咱会想讲有啊，我每一个拜日教士拢有来坐伫遮啊，有我回去嘛是有祈祷啊，我回去嘛是有读圣经啊，但是我是咧讲真处的无共，真处的无共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你捌耶稣甲咱的头壳好歹无，一点仔都无关系。你捌耶稣甲咱的册读偌济、偌少、偌悬，咱的学历关系拢无关系。你捌耶稣嘛甲咱伫教会住偌久，住10天、20天、30天，这年日拢无关系啦。你捌耶稣唯一有关系是啥物？唯一有关系是咱到底有偌较无要亲像耶稣无啦？这是唯一的关系啦。咱到底有偌较无要亲像耶稣？这较是重要的关系。1月15主显节的第2主日，我有分享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1节到第9节。通过迄段经文，我有讲起讲，保罗伊真恶乐哥林多教会，伊是一个有知识、有口才、得温顺无欠缺的教会，而且因所得到这个温顺，嘛肯定因是一间上帝所拣选、上帝所束缚的教会。总是较过无几章尔。第3周，咱今仔日所领受的经文，咱看伊讲保罗一只是严严但责备，保罗一只但严严责备。咱手头若是有圣经，咱会当掀开来看。掀开来看，咱会发现讲，第3周第1节到第2节，连续出现3个否定的字眼，袂当。咱摕中文圣经和合本的是讲不能。第1节到第2节出现3个否定的即个字眼，袂当。而且保罗伊讲即个袂当的字眼，都是用3种无共时间点的即个讲法。过去袂当，迄时阵袂当，现在也是袂当。犹太人因的写作的方式，若是几句有同一个字眼连续来出现的时阵，就表示讲这个作者伊对这个字眼有要特别强调的意思。所以咱直接看去讲保罗伊特别强调这间哥林教会是无属灵的，伊特别强调这间教会是袂当食饭，只会使食年的。而且是对过去到现在拢相共款，无进步，敢会使食哩，无法度食饭。简单讲，就是讲信仰拢无进步，拢无成长，甚至是无法度来受教。咱要继续来看经文，相共款，第1节到第3节，也出现3摆，保罗讲因是属世，安尼的。即个评价，咱的中文和合本是写属肉体，总是即个大意是讲属世，因为被保罗称作是属世，会被保罗讲恁遮是信仰的婴仔。因为互保罗安尼来评价的原因，是因为因的中间有嫉妒、有纷争。咱知影讲，即个世间毋信也是无信上帝的人，常常拢是用个人的欲望。来成做因生活的动力，
常常是用个人的欲望来成做生活的目的，甚至是用满足因的欲望来成做因人生的根本。所以保罗看起因中间有纷争、有嫉妒，倒来分派。保罗直接就来责备因，恁甲这个无信的人无啥物无共。保罗讲因是属世，伫今仔日这段第3周的经文内底，主要的原因，这其中嘛是因将牧者来偶像化、偶像化啦。因将这个牧者来偶像化。保罗直接责备讲，恁着亲像较早恁所拜这个希腊神明相共款。照恁无共款的职业、无共款的需要，恁着去选择拜无共款的神明。看是要拜阿波罗，还是来拜这个波士顿，还是讲战争的士兵爱来拜这个阿瑞斯等等遮的，照无共款的需要来选择。相反，保罗直接责备讲，恁中间有人，因着较介意听保罗讲道，所以因着支持保罗。中间有人较介意听阿波罗分享，所以就一群人来支持阿波罗。有当时这两边的支持者，用咱现代人所讲的啦，fans 啦，粉丝啦，这两边的粉丝对安那有冲突、有纷争、有嫉妒。做是保罗一只互因正确的观念，恁毋通注目伫人的身躯顶，恁该注目仰望伫耶稣基督甲上帝的身躯顶。上帝所差派竞选的这个罗卜，所用的这个仆人、这个牧者，其实因的任务就是照上帝互因的职务，照上帝互因的恩赐来服侍人。上重要的是，毋是表现牧者家己。是要引带人来相信上帝，认捌主耶稣基督，通好来到上帝面头前来阿乐伊、敬拜伊。这确是牧者受竞选的目的。保罗写这说也假是因对牧者正确的这个看法，伊也讲到讲每一位牧者恩赐无同，职分无同，所做的事工也无同。甚至服侍的这个方式，所开的时间、下功夫，也是讲要发挥的这个功效，得到的结果嘛拢无同。总是保罗讲到一个重点，不管一个牧者有啥物恩赐，做啥物代志，若是这个中间无信心的运行，若是背后无上帝的业力，无上帝要来成就。做啥物会拢袂来成，做啥物会拢袂来完成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不管安怎做，检采牧者甲会友之间，拢无法度来得到帮助甲利益。上帝是属灵的，所以上帝所竞选的萝卜嘛，应该是属灵的。总是咱要来看，若是属灵的上帝、属灵的萝卜。若是领受服侍的信徒，毋是属灵的，安尼敢有法度来接受业种、管压甲成长？换一句话来讲，家己若是无属灵的话，着较安怎？不管听对一个讲员，参加啥物款的布道会，参加啥物款的讲座，拢相共款，该当停留伫食里，无法度食饭。会安尼程度。当然，换一句话来讲，一个做牧者的人，家己若是无祈祷、无读圣经、无过一个灵修的生活、无追求属灵的代志的话，那呢，我要讲的是，这个牧者不管安怎讲道，不管安怎办训练，甚至活动办啊偌大，扑啊声偌济，偌济娱乐。我要讲的是，这中间若是无信心，对你我咱大家拢无帮助，也拢无利益。保罗伫遮假是因对牧者正确的看法甲观念了后，
伊活倒转来针对这个信徒因的属灵的状况来做劝勉。咱做来看第3章的第9节的部分。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讲：“你是上帝的参横，你嘛是上帝的建筑物。”可能咱的台语版本较无共，我写的是参横加建筑物。若是讲保罗将信徒比如是上帝的参横加建筑物的话，那安尼活过来，上帝敢毋是就是参横的做事人吗？上帝敢毋是建筑物的起厝的师傅吗？为什么保罗会直接做安尼的比喻？其实保罗直接的比喻是要来回应第1节到第2节。保罗讲因袂当食饭，只会使食面的这件代志。不过做事人甲起厝的师傅到底甲因敢会使食面，袂使食饭，有啥物款的关联？咱大先来看一个做事人。我相信一个做事人，伊绝对会当了解，嘛知影讲伊的正做成长到啥物程度。伊嘛绝对知影讲，即个参横的正做是啥物款的阶段，就有啥物款照顾的方式。所以，即个参横有种地的时，有野种的时，有应肥压水的时，当然后面最后嘛有收成的时啦。即个整个正做有一个阶段嘛，那安尼起厝的师傅嘛相共款啊，要起一间厝嘛绝对有位的天数，敢毋对？对开始画即个设计图，倒来拍地基、灌暗温图，倒来做帮模，帮模要来做条啊、做墙啊、做楼梯。等等，才会做了后，最后涂骹地板就安那磨石啊，就爱倒拍蜡。虽然规间厝要起起来的过程真复杂，但是总是有伊的天数存在，有伊的天数存在。那安尼，保罗讲哥林多教会信徒只会使食面，无法度食饭的话，那安尼因诚做上帝的参横甲建筑物。保罗意思讲是咧讲，这个信徒就亲像根本就无开始种地，根本就无法度野种，无法度修成的参横，敢毋是？若是以参横来讲的话，若是讲建筑物的，保罗意思敢毋是讲，恁着那小是一个连种地、连地基都还袂拍好的一个建筑工程。根本无法度起厝嘛，根本无法度起厝。其实保罗伊是第1节到第2节，伊嘛用一个老母的心情，去关心哥林多教会因的信仰状态。伊讲伊对过去将信仰的种子压落去了后，对过去到现在，当伊倒转来到哥林教会的时阵，伊发现讲，因一点仔成长，一点仔进步都无。咱可能会感觉真戆影。第1章甲第3章充满一个冲突，充满一个冲突。啥一个满有温数、满有口才、财捌的上的教会，既然会互保罗讲是一间无属灵的教会，对这咱会当来了解讲，若是对上帝、上主的角度来看，有温数。有才华、有专长，总是无平白代表讲有属灵的款式伫这内面。一有知识、口才、温数无欠缺教会，既然互保罗讲，恁无法度食饭，敢会使食呢？换一句话来讲，即间教会就亲像一个婴仔小共款，无法度步，嘛袂晓步。咱知影讲，咱若是食饭。食米塌落去喙内底，无步要直接要吞，敢有可能？会记着袂？所以保罗直接讲，伊会讲因亲像是食米无法度食饭的意思，就是讲保罗伫遐的讲道对因的优次，就亲像讲哥林多教会信徒，敢会使领受粗浅
加的信仰的内涵，他们只可以领受粗浅的信仰的内容。若是讲要较深入来讨论、来探讨、来研究，甚至是要较无客气甲因教示的时，检在哥林多教会信徒完全无法度吸收，甚至也听袂落去。某一个程度来讲，信徒无法度领受、无感动，其实有一半是家己的责任，有一半是家己的责任。所以保罗直接认为讲，恁哥林多教会，恁遮分派，恁要对赏，恁要支持赏，恁要听赏的，要支持保罗，要支持阿波罗，要支持彼得的，不要紧，做恁去。总是保罗的意思一只讲，遮拢无意义嘛，无帮赞啦，无意义嘛，无帮赞啦。因为不管是送来讲互恁听，家己若无属灵，送讲拢是相共款，那亲像你食面，毋是咧食饭啦。送讲拢相共款，所以保罗称伊家己甲阿波罗是上帝的册用，也是上帝的同工。意思就是即遮的信徒讲，阮不过是上帝的册用尔。上帝安那册骗阮，安那甲阮指示，阮着安那做尔，且毋通注目伫阮的身躯顶，爱注目伫上帝啊。保罗用参详甲建筑物的比喻，其实是要说明讲一个基督徒伊成长的要素，甲信仰的基础。我来讲一解，保罗用参详甲建筑物的比喻，其实是要来说明一个基督徒伊成长的即个因素，以及信仰的即个基础。这个比喻就亲像是讲，一个做事人对参详夜景、应肥压水，这整个过程就亲像一个牧者对一间教会去培养、训练、造就甲装备相共款。总是做这个动作，若是无信心运行伫这中间，若是上帝看了无欢喜、无要成就，安尼我要讲的是，这个付出到后面拢是空空。相反，一间建筑物要起厝进前的基础，若是无照规矩来拍好，若是一间厝的基础地基，无要选择一石板顶，去选择一土沙软土顶面的话，安尼我要讲的是，你起一间就倒一间，你起一间就倒一间。这就是咧讲信仰，若是基础拍无在，不管顶面要起啥货，拢无法度。你起啥就倒啥，起啥就倒啥。就算讲上帝透过济的天使，济人将要起厝的材料互咱就无法度起厝，因为信仰的地基拍无在。咱的各位兄弟姊妹，一只要问，咱个人伫上帝面头前，咱是一块什么款的参详？咱个人伫上帝面头前，是一个什么款的建筑的工程？咱个人的信仰来到什么款的阶段？今仔日咱若是透过这段经文来了解着讲上帝的性情，也照咱的信仰的程度，照咱的阶段，互咱无共款的装备甲造就的时，那安尼，咱到底要安怎做，才能得到利益甲帮助？大先，咱来诚做一个属灵的人，即句话听起来足八股对无？对无？诚做属灵的人啊，你通讲我袂通讲啊。总是这真正是第一要紧的，诚做属灵的人，诚做属灵的人是单单仰望上帝，无看人，只有注目一耶稣，注目一耶稣。过来，咱来恳求信心，甲咱三个弟弟，信心来操练咱，互咱诚做一个谦卑顺服、屈家愿意学习的人。
咱嘛爱常常恳求主上帝伊的神来帮助咱反省、调整咱家己的灵命。最后，咱每一个人爱明白咱家己的职分。阮相信在座每一个人都有上帝，互咱每一个人无共款的恩赐、才能，伫即个中间。既然上帝照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，做工的人会得到报赏的话，做工的人会得到报赏的话，我要讲的是，无做工的人检在会得到刑罚。做工的人得到报赏，无做工的人安那检在会得到刑罚，这是公平的代志。所以，真做属灵的人来学习。总是真做属灵的人，把伊白白来付出。咱来到教会，咱做礼拜、参加团契，咱毋是讲一直领受、一直得到，咱来白白出来服侍，白白出来付出。我要讲的是，当你有领受、搁有付出的时，信心开在即个中间不断来调整你啦。当咱不断学习，倒来服侍的时阵，信心开甲你讲，你对答欠缺，你对答需要造就，对答需要装备。安尼整个过程，咱的信仰较会进步，较会成长。最后，咱必须爱注意一件代志，若是一个知识、口才、文字拢无欠缺教会，会当互保罗看做是无属灵、都无成长的教会的时，那安尼咱本身嘛得真细腻。到底咱伫追求的成长，到底咱要完成的目标，甚至是对过去以来咱的心思意念，咱得来想清楚，到底这个是属世还是属灵的？愿上帝的神就是信心帮助咱，手赐互咱智慧，会当分别属世甲属灵的代志。当咱若开始会当将属世甲属灵的代志做分别的时，咱较会使真正伫属灵的顶面来得到成长，来得到进步。咱才会当变正开始会当食饭，咱才会当变正是上帝会当修成的参访。咱才会当变正是上帝会当起厝的建筑工程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一主显节本身就有基本的经文，互阮来明白耶稣，知影伊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囝，伊是完全的人，以及完全的上帝。总是透过今仔日哥林多的批信，透过保罗才会劝勉，阮知影讲，上帝，你有当时也亲像一个做事人，你有当时就亲像一个建筑的师傅，你亲像这两个角色，其实是要培养阮，是要起造阮，是要互阮坚固，是要互阮会当结果子。总是主上帝恳求你的神帮助阮，会当时常反省、监察阮家己的属灵状况，检视一定停止无进步，检视一定想讲家己一定大汉，毋免得成长。主啊，恳求你怜悯我，也恳求你的神继续来引带阮。主啊，安尼祈祷，恳求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咱来吟圣诗第176首。
开立。请坐。以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囡仔上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来三甲守主的圣餐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对囡仔归往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。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近我的人，我断袂枵。信我的人永远袂水干，就近我的人，我决断袂去杀伊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伫地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，因为我对主收，也捌传互你。就是主耶稣，互人家一面有摕饼祝谢来爬伊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坏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伊也捧杯安尼讲，即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所设立的，恁既然啉的时，着行安尼。来纪念我。
据恁逐摆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要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叫卖迄暝，伊有摕饼作谢，所以即时咱嘛照耶稣基督的教示，一领受饼甲杯进前，干做来祈祷。主上帝，现在阮照你的命令，摆设一个宴席，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，阮谦卑求你找信心来审判阮，也审判这个摆列伫你面头前的饼甲葡萄汁，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宝贵，也对你温德的帮赞，会通过阮属灵的培养。也互心中伫你的恩典中间，常常来应验你的圣名。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坏。恁每一届安尼行，为着是要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坏。你每一届安尼行，为着是要纪念我。啊，只是请坐了。
我的身躯为着恁拍落来，咱每一摆食的时，就惊安尼来纪念伊，咱做来领受。食了后，耶稣也通杯讲：，这个杯是新约，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恁每一届啉的时，就惊安尼来纪念我。
咱逐摆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是要表明主耶稣基督的死，直到伊倒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恁三甲伫地。咱嘛学咱饼讲，愿主耶稣的基督伊的平安，甲恁三甲伫地。咱做伙来祈祷。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伊对你极大的疼，互阮领受你的圣餐，做培养阮灵魂真我的活命的食米，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，你疼惜阮，也知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，就是受祝福良实的即个信徒，也是你永远的国的福的。阮的主上帝，阮恳求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服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再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会继续伫即个圣洁的交通下面，甲你继续来相交陪。对打了后，别项事咱会当伫行做内面来荣光你的名。愿安尼祈祷，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奉献，咱要请这个富祥执事甲伯君执事。各位大圣，请咱来念今仔日的金句。那是上帝有用圣神甲咱显明伊，因为圣神透彻万事，甲上帝亲和。哥林多前书2章10节，请咱来念2摆来请。
那是上帝有用圣神甲咱显明伊，因为圣神透彻万事，甲上帝亲和。格林多后书2章10节，那是上帝有用圣神甲咱显明伊，因为圣神透彻万事，甲上帝亲和。格林多前书2章10节，请咱来看周报的第一面。侍奉人员，请咱的同工来注意。第三面是咱的家庭小组的聚会。奉献的部分，请兄弟来看，然后毋对，请咱这个中职来更正。请咱来看今仔日的消息报告。今仔日第一场、第二场拢有举行着圣礼典的圣餐式。为着这个约定的奉献吼，咱爱来孝顺上帝恩典，用奉献来回应上帝恩典，接受天顶来福气。第三就是下晡1:30，要伫7:01会席要召开2月份的定期中职会，请中职出席参加。会后要散开小会，请小会员出席参加。下主日伫上午11:30，要伫7:01召开关怀部会议。请咱的同工家己来看。下主日的下晡1:30，要伫7:05的这个会议议员来召开的行政部会议，请行政部的同工来注意。教会消息，2月12日，就是咱2017年的第一季的受洗班来要来开课。若要受洗的兄弟，请来办公室来报名。第二，教育部的这个综合金的审查委员会公告，委员这请咱兄弟家己来看。第三，咱的教育部第4期社区会议班，委员请这个兄弟来看。咱来看教界的消息，就是妇女世界公道日，这个日期甲时间，委员请兄弟来看。第二点，2017年的青年普世代表竞选，委员请兄弟家己来看。补充报告，就是伫2月26日，2月26号，咱的2场要合并一场，因为咱要开好会。时间是伫9:30，2月20日，2月26号吼，2月26，咱要开好会，所以迄天的礼拜只有一场，时间是9:30。下面咱请牧师来介绍新朋友甲补充报告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一只来做补充报告，大先来介绍第一届，是咱中间甲咱做伙礼拜的兄弟姊妹。好，这有是一个家庭，欧陆军胡于军还有先生刘香昭，还有小孩子胡柏林，好，我们拍手来欢迎他们。好，谢谢，请坐。好，过来是对这个美国旧金山转来的这个林芳忠夫妇，伊是张富国、张老娘的兄哥甲兄嫂，坐伫遐。好，咱请因起立，咱拍鼓来甲因欢迎。是姐。
嘛毋望咱当工将对咱今日新来朋友，是爱餐的时阵，会当特别家恁服务。好，一只嘛要来补充报告，今日中昼12点半到4点，是中山小区中山小区伊要是4楼礼拜堂有即个探访100的训练，且咱兄弟姊妹会当把握机会，若是讲咱还未受过训练的，会当做伙来参与。好，一只做以上的补充报告。上言第395首，至圣天父，愿感谢你。请起立。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帮助阮，会当互阮时常进步成长。互上帝用饭甲阮吃，互上帝对阮遮会当修成丰盛的水果甲结实。互上帝伫咱的身躯顶，会当建造坚固的教会，对即事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祝歌。Oh
电压目倒。请牧师来举行平安礼。好，咱做伙起立，彼此握手来讲平安。